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伫新北的淡水，一栋2层楼的面体厝，伫昨晚暗发生火灾。当时伫厝内有2个查甫人，其中有一个顺利逃生，另外一个走不出来，不幸死亡。2楼已经全部燃烧，另外在1楼的外面有一位男性，大约30岁左右。 有双脚的这个其他第2度的一个挫伤，我发现这个患者已经形成消失，那他的身旁有一头瓦斯，那里是有炸开的一个痕迹。 导火烧的面积大约是10平，初步调查是定伫厝内的物件导火烧。2个查甫人因是朋友，也若活落来，这个查甫人是讲伊是来找死者的，想袂到去拄着火烧厝。随望火伫半点钟就拍花，也毋过造成一死一伤，所以详细导火原因，即嘛爱个调查。再来，咱来关心金门和厦门的海峡，长期以来拢有人违法伫遐饲蚵仔。 这几年的范围阁是愈来愈大，甚至有业者会用中国的渔船来收蚵仔，因为这是金门、厦门的限制水域附近，所以嘛已经成做咱的国安空邦。海巡除了要掠中国渔船，金门县政府嘛会和中国来协调，要来拆除蚵坪。还挥舞杆子。 中国渔港提德高做了海巡人员执法，对着渔民过实检查，海巡人员强势定准。金门海巡队伫2月14查到金门的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挖界饲蚵仔。金门县政府过去敢若核准4公顷养殖区。 我金门厦门禁限制水域线，离对岸厦门大约1.73海里，无寻到养殖业者用合法暗号非法，随年来扩大养殖范围，造成蚵仔坪面积是愈来愈大，均达到72.38公顷，真做违建的金珠海。业者找中国渔船挖界协助采蚵仔，行伫国安无清楚的地带，挖界烦恼论做国安的空邦缺失。 金马棚分署已经查获金门养殖业者非法雇用中国 人士从事养科作业，总计8船18人，其中6船14人已经经司法机关判决有期徒刑或罚金在案。虽然国安危机影响不至于那么大，但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两边的执法单位都应该依法来执法。 金马批分署讲，总计查到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来饲蚵仔，这案件总计8船18人，没收5只中国籍的采蚵仔船，也阁有蚵仔13914公斤，蚵仔仔2万条。也若海委会去年11月启动跨部会协商，要解决违法蚵仔坪问题。不过问题是金门县政府无讲的考虑。现在有请海巡单位加强查缉让他们现在也严防大陆渔船在进入我们槟榔屿水域这一带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养殖作业。行政院已经开过2次会了，那目前是由金门县政府跟渔业署来做整个后续的处理。金门县政府讲，正继续甲中国协调拆除的作业。海巡是强调，下加强海协巡逻查处，严格禁止中国人士挖界来采蚵仔。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太平洋空军最近伫阿拉斯加进行联合军演，邀请真侪太平洋盟邦去参加演习。官方公开的相片内底，头一届看到咱台湾是用观察员这个身份去参加，代表咱台湾去参加的是现任空军司令部飞训部指挥官吴嘉兴。学者是表示，这是表示咱台湾和美国的军事交流已经愈来愈密。 美国太平洋空军最近伫阿拉斯加举行红旗阿拉斯加联合军演，邀请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多国空军参加。然后官方公布相片内底，头一摆显示台湾也有参加。各国军方高层伫美军战机头前，大家斗阵翕相。其中画面上倒边无穿军服的，就是代表咱国出席的空军司令部飞训部指挥官吴嘉兴。美军官方网站说明，伊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根据了解，吴嘉兴小将不担任驻美军事团的武官，也伫美国接受 F-16飞行训练，甲美方的互动良好。原来即摆咱国参演美方的演习真罕的公开，学者认为讲，凸显台美军事交流更加紧密。其实我们过去这种演习多多少少都会参加，那可能只是因为双方基于默契等等原则都没有公开。那现在美方罕见的就是公开默契，达到某一个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可能美方它有刻意有一些政治用意，表示说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逐渐的紧密。
国防部长顾立勇17会见率团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也表达希望台美继续深化交流，共同创造区域和平稳定。不过，同时自含美军雄雄伫官方的社群平台公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已经提升辖区内所有设施的安全警戒层级。这动作引发印太地区局势相关的猜测。不过，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明，就印太区域无具体威胁的情报资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整体安全规范、提高警戒状态来确保安全。I think we should expect that the opening salvo in any conflict with a peer adversary, it's going to be aimed at our infrastructure. And our installations here in the homeland will not be exempt from such attacks. In fact, the first shots are already being fired in the form of cyber attacks, UAS incursions. 美军陆战队负责军事设施甲校群的副司令斯卡伦卡伫联邦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美中对抗之下，印太区域依然是重点的战区。不过，武器高战区毋那只是伫第一岛链，也若中国的第一击会锁定基础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同款是真翕热，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也若伫西半部高温伫36度以上，过到了后是爱细日雷公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高温是31度至36度。气象署是针对全台湾咱9个县市有发布高温资讯，湘北、桃园、中华以南有所在高温会到36度以上。落雨的方面，伫这方面的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严格呢，因为太平洋高压不增强，所以过到了后的雷阵雨范围有变较细。但是伫西半部的山区也是有着局部大雨的机会。也若前一阵仔在落雨造成菜色收成歹，所以即马菜色是真好价。伫中华的溪湖果菜市场，就贼仔讲头提头马豆、苦瓜随头随现卖，真好大胆。也若反啊转去报案，警方嘛依照现行犯，甲即个贼仔抓起来。涂骹2箱토마토甲1箱苦瓜，准备要卖，想袂到这2箱竟然是贼仔货。中华溪湖果菜市场这个月17有菜贩仔钓贼头，伫现场的民众表示，这位贼仔物件偷摕了，搁伫市场内要卖，因为是青混面，市场内的菜贩仔嘛随报警处理。来香港就那个手推车，去偷东西。偷东西了，搁去了还卖。摊主哦，早就看到讲，这人都唔捌看。无落雨也是拢45。系啊，即嘛。即嘛，人若较早若新头啊，才70。哦，上贵的时阵60度70。菜贩仔表示，因为前一阵仔落雨，目前苦瓜挂价上好价有到70块，互人偷摕1箱苦瓜加2箱토마토，市价大约2000块。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经过菜贩仔指认，确认嫌犯身份，依照现行犯逮捕。窃嫌坦承，他窃取番茄2箱、苦瓜1箱啊。他经代管所侦讯后啊，全案依窃盗罪嫌啊，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姓吴的嫌犯过去有窃盗侵占的前科，嫌犯这边偷摕物件，讲成为要将伊药费。警方经过侦讯，专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尤素晴中华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中有一个继承5亿遗产的高中生摔落楼死亡，也若伊伫过身之前有和一个查甫人结婚。法院一审即马宣判这个婚姻无效。法官是认为这个姓罗的高中生和姓夏的查甫人结婚进前无属意爱，登记结婚迄一天嘛无看到因2个人关系真亲密，而且嘛无结婚迄款欢喜的心情，所以判这段婚姻无效。姓夏的查甫人就袂使摕到遗产，也毋过专案也阁会当上诉。来看《中国时报》，台湾的诈骗是掠白字，在野党的立委即马支持超过350万人咧使用的这个社群平台，恐惊会成做诈骗集团的目标。司法部是表示，确实真正有风险，准讲平台继续在扩大，安尼会考虑和民企共款严谨管理。继续来关心《自由时报》。劳动部有规划要互领完6个月育婴留停津贴的爸母，会当搁加领1个月津贴。劳动部长昨昏伫立法院就表示，按算伫年底之前，要向行政院提出修法的版本，上紧呢明年就会当实施。
也若进前伫台中有民众讲，伊一年趁无150万，伊要去申请新青安贷款，煞互公股银行拒绝。北大公股银行表示，因是按照规定办理，无大细目。也阁有房山集团即摆就统计讲，一年若是趁120万至160万的少年，其实若是要贷款，应当会当贷到7成。真侪第一摆买厝的人拢想要用新青安的政策来买，但是到申请厝贷款的迄关，煞定发现讲核准贷款无遐尼简单。有房屋集团统计今年第一季联电中心的资料显示讲，年收入102到160万的民众，会当得到上好的核贷的成数是72.96%。政策可以再更好一点，可以让我们觉得买房不要好像是要很久以后的事情。IT 产业好了，至少要大概5年左右，你大概到120万，30岁以前的吧。有点困难，他们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根据了解，今年第一季全台共年收区间贷款，年收无到80万的新贷族群占大多数，来到45.3%。表示讲年收入无到100万的，共款是买厝的主力。另外，年收入102到160的新贷的民众，核贷的成数有要7成3。不过，之前嘛是传出有民众因为年收无到150万，申请新青安贷款互拒绝。目前党贷情况日益严重，尤其针对15坪以下的小套房。即使你是用新青安，8家公股行库也只有少数几家愿意承贷，愿意贷款给你，也要慎防不如预期。对市场传出有新青安动贷款的状况，八大公股银行拢发声明强调讲，只要符合青安贷款的资格，也是无自有主体的人拢会当申请。当来看商业金控处贷款政策，富邦人寿宣布停受理房贷业务，优惠利率是对2.5%开始，相关会当贷8成，年限上长会当到40年。专家讲，亲像2壳的新厝、2倍的老厝，含有够细间的细间厝，这3种物件拢较歹贷。未来你可能要付出的每个月的房贷金额不要超过你收入的1/3，那这样相对来说，你核贷的成数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会比较好。专家提出新青安的宽限期，敢若5年，5年后民众都要还本金加利息，呼吁民众买厝之前要做好财务评估，才袂互买厝变作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伊朗和以色列是战规暝，双方都有死伤，而且这场小战也个愈来愈激烈，无收煞的现象。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6月18头家伫电视发表讲话，伊强调伊朗袂向任何人来投降，伊嘛批评美国对因的施压是罕古的威胁。伊朗革命卫队18号向以色列发射极音速飞弹，是第一遍使用。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因过大部分的飞弹甲无人机，伫咧挖近以色列东部领空的时阵，就和以色列防空系统炸来。以色列空军伫即暗夜出动超过50台战机，对德黑兰甲周边的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重点是伊朗的离心机生产设施甲导弹相关工厂，两边透明互相攻击，造成重大死伤。大家看美国是毋是有介入？ I like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1 second before it's due, you know, because things change. I mean, especially with war. I don't want to fight either. I'm not looking to fight. But if it's a choice between fighting and the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have to do. 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伫咧电视演讲讲，伊朗袂向任何人投降。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是正悍的威胁，也对美国提出警告。هم تهدید میکنه هم با یک بیان سخیف و غیر قابل قبول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صریحاً میخواد که بیایید تسلیم من بشید. 川普之前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因我也知影伊朗甲俄罗斯是重要朋友，而且有核子甲军事的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19讲，以色列的攻击敢若是激发伊朗内部的民族认同，一个对领导人的支持。Углубляться, но все-так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общества вокруг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раны. And I spoke to him yesterday, and I said, you know, he actually offered to help mediate. I said, do me a favor. Mediate your own. Let's mediate Russia first, okay? 伫即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可夫讲，美国若是攻击伊朗，将会严重破坏中东局势稳定，甚至会引起核灾难。希望华府甲以色列小可较早一个。来关心天灾，这是中国对中国到印尼，小连续拢有出现自然灾害。印尼的勒沃托比火山17喷发。当地政府已经把火山警报提悬到上悬的级数，即马空中的交通嘛大受影响。另外，伫中国
中国的广东是落大雨露出灾情，当地测站已经测到历史上上悬的水位，当地正在做大水，规个庄仔头浸入水。虽然蝴蝶风台已经过境啊，不过伊尾流的环流威力也是真强。中国广东伫最近连续落大雨，黄色的大水甲规大片的农田甲厝拢淹去，对天顶看落去，规排厝拢浸伫咧水的，只敢看到厝外。今天中州河水位录得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怀集水文站拜三透早记录的大水水位55.22公尺，那超过警戒线，也创设这个站以来上悬纪录。雄雄来的大雨，和居民甲店面拢袂浮的船，吊庆市怀德县真侪所在做大水，超过68000人疏散到安全的所在。所以搬得到啲全部搬上閣樓咯，真係生意又難做，又搞埋啲天災。整一種好快啊，都嚟唔切啦，人嗱先都走啦，就咁。大概幾萬蚊係要噶啦，有冇睇到啲小包店，全部都係機器，犀利。因為嗰部電店面是正頭痛，趁水較消退，趕緊搶救看貨品敢有損害，最後現場亂糟糟，當地已經動員1萬多人清理甲修理，希望會讓趕緊恢復以前的生活。同款也是大自然的定限警示，印尼的呢個特別火山17噴發。11000公尺高的伽馬式的香菇型火山灰雲卡喺天頂。Hari sore itu pas dia letus, itu kami masih berada di halaman rumah. Tapi saat kerikil berhamburan itu kami lari ke Hikong。印尼伫咧环太平洋火山带，地质的活动正接，当局已经将火山警报提升到上危险的等级，并且警告讲，若果落大雨，可能会出现熔岩流。受到火山爆发的影响，被印尼度假地巴厘岛的几多座航班拢取消或者是延前，旅客行程拢被拍乱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即马继续在炭烧，美国敢会参加这场战争，即马是引起国际上的关心。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拜日有批准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但是并无做出最后的授权，因为川国咧观察讲，看伊朗敢要答应无条件来放弃核武。继续来看，罗西亚的军队16至17是对乌克兰的首都半暝啊发动攻击。罗西亚迄暗嘛有出动超过440架无人机，发射32粒飞弹，甲一栋9层楼的公寓大楼，互炸甲崩掉。啊，若这波攻势有造成28人死亡。来看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日本的温度继续在升悬。日本即马高温已经超过35度，有70多岁到90多岁附近人，那亲像是着刷尾啊热死。东京都嘛有57个人着刷送病院。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前台南市副市长颜顺造的慢囝颜大军。伊即马互外界指控讲，伊对外拢讲伊是总统赖清德的客囝，世界咧骗钱。即马被害人有组自救会要讨公道。颜大军伫11日时又出现伫小港机场，尾互查落来，10时半暝啊，已经伫台南安平互抓着啊，即马已经互依法上班。机场柜台前，这个查甫人准备要离境，互移民署查落来，伊是前台南市副市长颜顺造的细汉后生颜大军，因为涉及假投资案，互检方认为监管对象限制出海出境，因为迄当时无区票，互伊离开。了后，颜大军的行踪成谜。17半暝啊，伊经过安平区某汽车旅馆附近，互警方逮捕。也毋过，伊拒绝夜间精神，一直到18才制作笔录。没有什么话要当被害人说的。颜大军甲父亲捌同齐出现伫广告扛棒、头含写台南市政顾问大力宣传家己的公司，凭着父亲正常关系良好，也对外讲总统赖清德是伊的客户，涉嫌吸收资金1、2亿。至少5个受害者提告。我们下一步当然是要跟他，就是我们只是想要把钱拿回来，对啊，我们一直是想要这样的。正2代吸金等案，本大队于今年5月份已掌握此情资，并主动会诊各分局报案资料，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当地总统府澄清，总统无受任何客囝。颜顺造最近较无出现政坛，伫地方诊所看诊，无愿意对后生涉案出面接受访问。最近伊透过手机简讯，表达家己的心情真艰苦也真忝，希望细汉后生面对司法也面对这款人。颜大军因为违反银行法甲刑法诈欺罪，奉移送台南地检署。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要抓诈骗，警政署即马有提出奖金鼓励民众来检举车手，也毋过才过偌月时间尔，即马奖金已经分了。最近伫台北市内湖，就有民众讲伊接到 NCC 的电话，这电话内底甲讲伊手机牵涉诈骗，所以要进行司法侦办。结果呢，才发现讲这是诈骗，这是新的诈骗手法，险啊互怪去。警方广告银行坐伫查某人身躯边一直苦劝，因为伊限制诈骗的款套。检查场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假检警。30多岁被害者着急领80万，原来伊接到 NCC 的电话，被恐吓手机问号，牵涉诈欺犯罪，爱领出户头内底钱交予司法调查。啊，毋过为起初的 NCC 到了后的检察官助理，拢是诈骗的套路。该名于赖上有一自称检察长之男子有密切的通讯，远景向该名说明此为典型的诈骗手法。毋那是可能当诈骗，关键也探顺路时阵，掠到领钱的车手。你是不是来台湾工作？来台湾做这个领钱的工作 ？ATM 头前鬼鬼祟祟，这马来西亚的查某人，敢若20多岁，涉嫌受过诈骗集团，用员工的名义来台湾，说是领钱赚commission，即摆当场被涨掉。该嫌透过 Facebook 接触诈款来台提领赃款，持有6张本国提款卡及大量现金，均无法交代来源。警方掠车手除了主动发现，要真济时阵是靠被害者配合，调出车手面交。多个查某人受骗假投资3个月损失400多万，协助掠车手。啊，不过嫌犯被掠了后，讲是单纯的套路，唔知影。被害人将现金交付给车手时，遂上前进行压制。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地检署侦办。警方进行推动专案，提悬检举奖金，鼓励检举车手。啊，不过上路1个半月，奖金已经发完，即马回归一般流程。啊，不过无论是毋是有这项计划，若是被害者身份协助警方掠车手，以上北市做例，拢无发奖金。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到底拢是谁在做车手？其实拢是一寡少年家。去年青少年牵涉刑案的嫌疑人就有47000多人，这是史上上济。其中内底上济拢是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无就是提供诈骗集团人头考做。街路2个查甫人往哪行往哪开讲，便衣警察抓准时间，总算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109年到113年之间，少年犯罪是诈欺、窃盗、一般伤害、身高威胁、妨害秩序甲毒品为主。尤其是诈欺案件抢到第一位，少年大部分扮演车手，也是提供引头笑话的角色。这样变成是小朋友像免洗筷一样，这一批小朋友被抓进去，然后去送辅导了。那犯罪团体继续去吸收新的小朋友进来，那反而行政先行没有解决掉现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国民党伫会议高中现指出，即马少年事件处理法，互诈欺犯罪无法度溯源，也互青少年车手都亲像免洗地共款用完毒品，受害者愈来愈多。啊，不过要改善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敢若考试法也阁无够，要立法积极，专台4间少年矫正学校。代理老师比率偏悬，是不是正是应解决学校的问题？一个是孩子们适应老师的状况，还有就是老师对于学校的理解，还有就是老师所施行的课程，可不可以真的累积，并且发生效应？我们在聘这个代理教师，如果是经过第3次的招考，我们才第3招，我们才会放宽他的一些资格，但是他还是要有符合教师的一些任用条件。警政署是指出，即马少年犯罪问题是，依照目前刑事法规定，少年触犯案若毋是5年以上重罪，大部分由少年法庭裁定保护处分、用感化或者是辅导教育。成年了后，阁有犯罪记录多少机制，都亲像毋捌犯罪过共款。也互少年付出的代价成过低，才开受犯罪集团的煽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发展国际太空产业，咱政府要打造咱台湾头一批6粒低轨道的通信卫星，头一粒按算伫2027年要发射。专家是强调讲，进前咱捌着有海底电缆线互带转去的情形，所以咱也是发展低轨道卫星，会当保持通信，对战略上嘛有真大意义。
伫国际太空产业竞争，台湾当然嘛要加入。所以发展部2月公告第一摆新增卫星行动频段的开放，包括青年这国际卫星的星系会当落地来申请，互台湾加速对着国际的脚步。国科会嘛规划打造台湾第一批6粒低轨通信卫星，第一粒低轨卫星目前暗算是伫2017年来发射，其中关键的通信收载预算的部分是8.8亿，伫4月的时阵，互美国的太空公司标着。台湾未来的这个低轨道通讯的发展，也能够带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要有自主的发射的能力哈，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低轨的火箭，能够把低轨卫星带入低轨的轨道。国科会是希望会当透过阶段性的做法，全面建立台湾的卫星通信产业，而且发展太空经济。亲像打造的6粒低轨卫星内面，其中4粒会帮助各大的厂商透过国际合作的模式来发展，让厂商会当有系统整合的能力。4颗太空中心会把他们现有的技术，然后寄转给台湾的厂商，然后由台湾的厂商自己去做卫星，培养自己的卫星的厂商，就是所谓的系统商，那是整颗卫星都做。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低轨卫星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一些连线。那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授权来讲，在部署上面的成本可以降低。专家强调，包括台澎3号海底电缆宏高等等新的状况，透过发展低轨卫星，会当突破岛屿通信的限制。尤其在战争的时阵，通信闹损是更较有战略的意义。不过，因为发展的成本真悬，在国际上有的是用小风球来升空，也是快艇传送的方式，组织对外连线的能力，嘛是同款会当来保障通信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屏东核三厂停放的公投案，准备8月13要公投。不过，即马有屏东县的议员是真不满，认为这是权益的问题，无应该用表决的，嘛批评屏东县政府拢无要无紧。伊人县长周春美伊是表示，伊的立场就是反对延役。恒春核三厂2号机已经正式停止40年的运转。停放才过3天，立法院就通过重启核三公投案，准备伫8月23要公投。屏东县议员洪明刚17即阵时就表示，权益问题无应该表决，也质疑县府拢无动作。哪有人安尼？啊，屏东人，咱全国人来表决嘛，合肥要怎么办？无规日坑到洪明江因兜啦，赞成个举手，打埋牙手，啊，就坑阮兜伊啦，哪有人安种道理的啊？对不？权力问题不得表决，不要滥用民主了。我也反对说一个地方性的问题，那是全国来决定。县长周春美嘛，针对外界关心的回馈金问题回应讲，就算核三厂停放，未来25年，恒春这4个乡镇的回馈金拢袂变动，县政府也会全力支持地方建设。不过在地里长表示，8月公投是一定要面对的。不管公投最后的结果如何，就算核三厂要继续运作，希望政府爱做详细计划甲安全的评估。立法已经通过了，是在必行至8月23号公投。人员也无够的时阵，你需要着核能的时阵，先进国家嘛较侪人咧用啊。但是你这个透明化、安全化，甲你的配套信息资料有够。坦白讲啦吼，每一人看拢无共。周春美表示，县政府反对延续运转的态度真坚定。核三厂原底就是规划40年爱停，县政府拢遵照程序来行。中选会既然通过公投的法案，因嘛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总统府本地昨早要举办朝野的国安简报，也毋过因为南北两党拢讲无要来，所以会议无进行。南北两党因嘛强调讲，因是愿意对话的，也毋过嘛爱总统府有诚意。因若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民进党的中执会顶头，伊是表示会议无法度达成，伊真遗憾。伊嘛讲政党会当竞争，会当合作，也毋过绝对袂使对决。前一天，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小连续拒绝参加。和总统府18原定第一摆举行的国安简报是宣告破局。核心问题点拿立北三方的团队，含对会议形式的认知差伤侪。我们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我们随时乐于跟赖清德总统真诚坦率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直接沟通。要的是对话。不是去听训话，
我们要的是双向的沟通，而不是单向的简报。朝野要和，不要斗，不要每天拼政治，每天想要靠大罢免。要解决台湾安全的问题，是朝野共同用智慧来解决每一项我们面临的挑战。朱立伦强调讲，党秘书长吴建定和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是拍拼沟通到上尾一秒，因为国民党希望调野会当先公开说明立场，但是府方是坚持专程关门。不过朱立伦嘛重申有诚意来做调野对话，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嘛伫中执会致辞的时阵，第一摆对无法度如期先会表达口授，想透过国安团队对两位在野党主席进行说明，让他们可以清楚了解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情势。我始终相信，政党可以竞合，但不能零和；政策主张可以不同，但对国家忠诚义务应该是一致的。赖总统表示讲，政党之间无应该是零和，未来赶快希望调野会当做伙坚定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国安干部敢有机会来顶客？调野关岛对立的气氛之下，要安怎来拍破这个局面？拢搁要等调野做伙来找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因那中选会伫明仔就要审定立委罢免案和投票日，政党拿发起人赵少康伊宣布伫即个拜六要伫台北举办头一场反恶霸的造势大会。另外，民进党这边是有几名立委宣布，伊要设立支援大罢免高雄活动总联络处，伊是要甲罢免韩国瑜的经验用来支持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因那头一站，伊要去花莲。大罢免即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是毋是成案？中选会会伫20审定。战斗拿发起人赵少康讲，爱团结反恶霸力量，宣布要伫中选会审定的隔天，也就是21伫台北举行头一场的造势大会，包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陈锡钦、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阁有台北新北归人座位被提议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加上网络红人馆长，民众党也派人参加，体现国民党、民众党合作气势。不过，主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出现伫名单上，引发关心甲注意。应该要邀蒋万安啦，所以他出国啊，他不跑到巴黎还是什么？是有到巴黎到出国，那蒋万安不在，那你说，因为是台北市嘛，台北市长不在，邀侯友宜来也有点怪怪的，而且将来我们会到新北市去办。那我受到邀请，我已经允诺了，这礼拜6我会到荣行法院去帮他们助讲。那这个不是只有帮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我们是在抗议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所立的大恶霸。对着知影来势真雄明，民进党支持公民团体，民进党立委区议员18宣布设立支援大罢免高雄活动总联络处，表示要甲2020年成功罢免韩国瑜的经验，复制到全台各地，头一站会到花莲。我们要透过大家同心协力，希望能够让头号战犯傅崐萁的罢免行动能够圆满成功。大罢免绿箭是愈来愈烧烈，民进党锁定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傅崐萁，另外对着花莲控诉控3地动，合约强化大楼拆除进度无进展，有灾民工向官府提出诉求，刻上大标签，将做罢免团体。官府讲，合约强化大楼由中央国土署执行拆除，将整体拆除的作业由中央甲地方分工协力推动中。花莲地动灾害中间工作伫大罢免的讲法下，搁再引起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高雄阿莲拜日透早6点多发生一件死亡车祸，这是一架军用卡车在驾驶的时无让奥多拜先过，全弄死一对83岁的老翁婆，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17透早6点半，这台军用卡车驶伫阿莲的连山2路，来到路口准备要正过的时阵，因为无让直行的奥多拜先过，军用卡车甲奥多拜相撞，致使骑奥多拜这对83岁老翁仔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受伤的是细汉的查甫人，目前无生命危险。当地民众讲，这条路平时的车流量真济，附近阁有砖头出入的人车未少。虽然路口无大，不过伊认为设计无问题。应该无啥问题啊。我细汉伫遮啊，所以拢同款啊。我若出代志，应该无小心的啊。应该是无小心的啦。下来之后，我老公说：“好像很多警察在下面，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救护车啊。”警察说：“你不能看啊，因为就是很多血啊，就这样而已啊。”对。这边会很常出车祸吗？
还好呢。警方表示，赛车是30岁姓林的中士，甲骑奥多拜姓陈的查甫人拢无食酒，因为风采姓黄的查甫人当场死亡。目前姓林的士官因为涉嫌过失致死，已经向移送桥头地检署继续侦办。初步研判是林男驾驶军用大卡车右转时未礼让直行机车，致发生事故。详细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后续分析厘清。阿联事故已经是4天内第2件军用卡车意外，就是伫屏东有一个陆军的卡车甲奥多拜对撞，造成骑车的查甫人死亡。这摆是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军用卡车出代志，到底是军用卡车辅助行车安全的设备需要加强，也是士兵需要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空军司令部表示，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持续加强官兵的赛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观念。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永昌报道。嘛是伫高雄阿莲一间车床工厂发生工安意外，汽车公司要甲旧的底气体的这杆仔调走的时，却因为调差调款断去，这钢铁做的这杆仔就规个拢落落来，去撼到货车司机的头，伊是当场无喘气，赶紧送病院，加在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救护车来到阿莲一间工厂外口，赶紧要甲已经被喘气的伤者送机急救。加在经过抢救，已经恢复生命现象。警方表示，这是一间车床工厂，受伤的姓何的查甫人61岁，是汽体公司的员工。10月早起送钢板来交货，用天车吊挂钢板架时，技术吊款向断去，超过动半重的钢板架就安尼直接牵到伊的头，当场失去生命现象。119到场后，紧急将何男送往冈山秀传医院急救。为厘清事故发生原因，警方立即封锁现场，通知鉴识小组及劳检处人员到场处理。工厂员工私底下讲，汽体公司逐摆送钢板来交货，拢是因家己的员工操作吊挂的。代志发生的过程无人看到，发现的时阵人已经倒伫咧遐。现场敢若会当看到倒去的钢板架甲断去的吊环。劳工局校长柯查表示，汽体公司业者已经违法，将会依法处罚，上悬罚30万。初步调查研判，是雇主使劳工从事吊挂作业时，未选用适当的吊挂用具及采取正确的吊挂方法，以至于吊挂物飞落造灾。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雇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将处以3至30万元的罚锾。因为出代志的是汽体公司员工，所以罚的是汽体公司。你车床工厂是毋是有过失？劳工局表示，佫需要针对设备部分进一步调查，后续会先协助受伤员工进行治疗，确保伊的职灾补偿权益。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永昌报道。台北市市定古迹树林的朱涵宫的庙门，2023年时，互一个西班牙的查甫人用甲本去甲路，甲画家陈玉峰画的门神破坏掉。法院尾也才判这个外国人赔15000块尔。严过庙方表示，这么珍贵的作品已经无法度恢复，但是要修复上无嘛爱开上千万，所以因打算要提出民事赔偿。庙门的门神画像明显落差，并不是细怪分子，而是2023年8月去互人破坏。半暝啊，徛伫庙门前，用甲苯金蕉油来回路。西班牙籍查甫人当初这项举动，互彩绘图钉落差，互提告毁损甲文字法，也毋过指控起诉毁损罪嫌。今晚法院判罚15000块，双方无上诉，专案定案。是我是很痛的，真的很痛。判下来就是这样子哦，没有办法，没办法修复，因为之前的用漆跟现在用漆是不一样的。红破坏的宫庙就是台北的树林朱涵宫，清代创建到今，作为当地重要信仰，毋但并列树林三大古庙，也列作地下市定古迹。尤其庙门画作是已经过身的名师陈玉峰伫民国49年为门神。庙方讲古迹已经互毁损，将来要搁定做，如果爱开9000万，会替民事讨赔。到时候我们会做新的门，然后把旧的门到后面展示出来，当做文物。本府文化局为非公诉事件之当事人，依法不具提出再议或上诉之权利。古迹防珍贵损坏过去是常听到，包括台北的圆山追行社、麦风扑擦，宜兰的金岛碧螺社，这条也互恶意插销。台南的固定古迹树顶武庙也互雕工画图，嫌犯已经互以文字法一审判6个月，也毋过2个手掌刑大赦，修复就要开10万。行为人是一个游民，所以在市定武庙方面是没有就民事上针对这方面来求偿，人工跟药剂的一些费用应该在10万左右吧。
古迹上会当反映迄当时的信仰甲风俗，真有时代意义甲文化内涵。一旦毁损，真侪工艺甲历史价值拢会无法度复原，真歹恢复原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7月份的时，立法院有3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希望要照顾伫咱台湾上100万的新住民的家庭。不过，即摆有一份调查显示，将近5成的新住民认为讲，因伫外口做事食头路，薪水伤低，工时伤长，另外佫有文化差异的问题。而且有8成的新住民嘛，毋捌去参加过职业训练，所以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要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朋友问说：“那个黄黄是什么？是绿豆仁。”小街故乡的肉粽，伊是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来台湾13冬，目前真拍拼咧做工课，兼3份的工课。除了伫学校做武器老师、法院做翻译以外，佮家己咧摆摊卖物件。毋过，若是想起拄来台湾的日子，也是会感觉真艰苦。应征别的工作，人家就当场就拒绝不录用，因为你讲话不是很听得懂，或者听不太懂台湾人，甚至有些时候会用台语，你根本听不懂的话，人家不太愿意。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目前台湾有7成9的新住民女性做的是专职工课，其中佮以制作业、服务业、摒扫工课占上济。当中有5成的新住民有拄到工资收低、工时收长和同事歹沟通的问题。排名第1的呢，当然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媒合平台，然后同时呢，在他们职训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予一些免费的津贴，或者是托育上面的补助。比较辛苦的工作就丢给我们外配，那他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薪资真的还特别少。民团也建议政府要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来协助新住民找头路、安排职业训练。因为调查显示，有8成的新住民拢无参加过职业训练。因认为，若是政府和企业愿意认真看重新住民有几件的优势，对想要新南向政策的企业也真有帮助。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也为着要鼓励民众伫生活中讲母语，即马客家委员会因要发行所谓的客家币，也毋过呢，敢若限定讲受到表扬的客家家庭，通过客家认证的人，也有18岁至49岁民众会当来领，8月份要开始使用。为着要鼓励客语的传承，客家委员会除了在自治县市推动客语通行语，嘛鼓励民众加做客语家庭考客语检定。为着要进一步促进民众伫咧生活中接触客语，行入客家庄消费，客委会头届甲所谓发展部中央银行合作，要来发行28万份1000块的所谓客家币。体育上也爱泥演，而跳工嘛爱讽刺，迄一个伞呢，是一个活的、生的，迄做得用的，所以。英国218都师从底部要进到市场里头啊，进到市场如何进到市场？俺们就讲干那就一个客家币，一个。客委会表示，有3种身份通领到客家币。第一种是受表扬的客语家庭成员；第二种是114年有通过客语认证的；第3种是18岁至49岁的民众，通透过登录用抽考的方式来摕到。客委会表示，客家币有和11个县市合作，会当伫咧客家庄内底有大眼讲学的店家消费。有店家表示，家己真期待客家币的发行，希望透过自然的互动来增加讲客语的习惯。很多的家长因为有点断层的关系，就是比较不会教小朋友讲到自己的母语客家话这样子。尽可能的，我们都会推动一些地方的活动，来带我们的客家庄的小朋友，甚至于外县市小朋友来认识我们客家庄的文化，怎么讲客家话。客委会表示，民众领到客家币了后，只要提出客家币 QR code 予店家扫就会使哩。使用期间对8月初1开始到明年6月30。客委会希望扩大客语的使用族群，让民众伫咧消费过程当中通开喙讲客语，创造语言传承和促进客家庄经济的双赢局面。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报道。有人喺困的时阵会讲，也毋过若是讲较真大声，就爱细字。三军总病院就表示，这有可能是困眠呼吸中止症。这款病症若是严重，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中风、失智、心梗塌，甚至呢，嘛捌有人困到一半就过往。
一个4岁查甫囡仔困的时阵，讲甲大细声，长期困无饱眠，竟然出现乌脸过动症的问题。后来爸母带去检查，才发现讲因年纪轻，就有重度的困眠呼吸中止症。他已经到了重度，而且的确是影响到他的注意力啊。就着自己的专业领域，应该是他要带那个呼吸器的，好，但是因为很舍不得，他这个时候就带机器睡觉，找中医才发现，虽然这个吃了中药之后，就有很显著的改善。医生讲，困眠呼吸中止症治疗方式有真侪款，若是重度的病人1点钟就停止喘气超过30届，医生建议使用呼吸器来做治疗。若是中度轻度的民众，得当考虑用中药，也是止鼓起套来做治疗。医生讲，阿少的民众喙齿较高，去戴着气管，造成喘气喘袂过。病人在睡觉的时候，他的下巴会因为地心引力不自觉的下垂，可能会压到气管。那我们止鼾牙套就像一只温柔的人工呼吸的手，轻轻在睡觉的时候，轻轻的把这个下巴给往前拖住。医生也提醒，不管是倒一款的治疗方式，拢爱长期治疗一世人，因为这款病是无法度好完全的，而且困眠呼吸中止症毋是干那讲尔，无治疗恐惊引起中风、失智、心梗塌，严重的话，佫会困的人就无去啊。记者陈亚林秀凯台北报道。澳洲有人发明讲雏鹰疗法。这款疗法呢是讲要互少年家去学雏鹰，要来改善因心理健康的问题。研究嘛发现讲，这6礼拜的时间，这参加雏鹰的少年家，造心不足的情形拢有改善。天才拄光，蒙塔纳就和爸爸对槟城爬起来准备，伊等下要坐2点钟的火车去海边来雏鹰。这伫个2当前完全是无法度想到的代志。伊着一种罕病，先天性底结组织异常的死型，人叫做是淋皮病，慢性的疼痛加上冻饿甲欺负，要互伊规个人是真郁卒。逐工干那对槟城店爬起来就真困难。高年的时阵册嘛无爱读啊，拢伫厝。不过自从用雏鹰的疗法，伊开始感觉家己慢慢甲自信找回来啊，嘛勇敢面对困难。Waves are good. If the waves are bad, I still have to surf them and just try my best and see what I can do. 平均17个澳洲的青少年都有一个有心理健康的问题。有人注意到人伫个水内在做活动的时阵，会小可入去到冥想的状态，就发明雏鹰的疗法，希望减少青少年的压力。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学员会落去练雏鹰，而且用心来感受海边的环境。澳洲有一份研究是观察36个青少年参加雏鹰疗法的变化，结果指出讲，在短短6礼拜内，疗法就大幅改善因郁卒、躁心和过动症等问题。研究人员讲，这是因为雏鹰唔但会当学新技能，佫会当活动身体和朋友社交，切更闹放出多巴胺。They need to be present, so there's that act of mindfulness and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传统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拢伫室内在进行，雏鹰疗法是照大自然治疗的能力。结合运动、教育和自然环境，或者在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少年人，佫会当加另外一个。天气报你知，和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26度至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